呢排好多人一講起退休養老，第一個反應就係，喂，不如返大灣區買層樓啦，幾十萬有交易，地方又大，食嘢又平，直通巴或者高鐵1-2個鐘就到，直頭係神仙生活啦。如果你依家都抱住呢個諗法，諗住將自己大半世人儲落喺血汗錢、強積金，甚至係賣咗香港層樓夠錢投放入去，我真係要好嚴肅、好大聲咁叫一叫停你。今日同你講蟹，唔係普通蟹地產經紀廣告，亦唔係一啲憑空想象蟹衰嘢，而係史實就話出幾個過嚟人喺血裏教訓。佢哋當初都係同你一樣，諗住上到去可以安享晚年，結果層樓依家租又租唔出，賣又賣唔去，資產變咗負債，養老樂園變成咗一場走唔出海噩夢。今次我就同你一五一十拆解呢啲大灣區買樓養老蟹糖衣冚梗，仲會提供一份最實用蟹避坑指南，等各位想退休蟹朋友睇清睇楚，唔好行錯呢條冤枉路。我哋先嚟睇一個真實個案。陳叔今年62歲，前2年啱啱喺香港一間大公司退咗休。佢同好多香港人一樣，成世人辛辛苦苦，到老就想住大啲舒服啲。當時佢見到電視、網上鋪天蓋地都係大灣區啲樓盤廣告，包車帶你上去睇樓，包餐靚海鮮，個經紀仲講到天花亂墜，話乜嘢1小時生活圈，未來高鐵站核心地段，買到就係賺到。陳叔一睇，話中山一個新牌撲珠喺高盛住宅大3房，竟然只要80幾萬人民幣，喺香港80幾萬可能連個廁所或者車位都買唔到。陳叔當時個人一熱，覺得自己仲有大把人生，上去住下，空氣又好又有會所，直頭係人生贏家。於是佢一口氣逼晒存款，仲高高興興咁裝修埋，諗住正式展開佢喺大灣區退休生活。點知噩夢喺佢搬入去住咗大半年之後正式開始。首先係生活配套完全唔係嗰回事。當初地產經紀同佢講，樓下好快就會起大型超市、3家醫院、商業步行街。結果呢？2年過去啦，嗰個所謂蟹商業區仲係一片荒地，甚至有幾棟未起好蟹商客停咗工，變咗爛尾樓。陳叔平時想買斤菜、買條魚，要踩大半個鐘單車，或者用手機叫車去到幾公里外蟹舊鎮區。後生仔用手機嗌外賣，用高德地圖或者得出行可能好方便，但對於一個60幾歲隻眼開始有老花蟹老人家嚟講，日日困喺個鬼城入面，身邊連個行得埋講同幾句廣東話蟹鄰居都冇，嗰種孤獨感真係可以逼瘋人。更知名係醫療問題。有一次，陳叔半夜突然心口痛得好厲害，老伴嚇到手忙腳亂，打電話叫救護車，因為個屋苑太新太偏僻，個司機兜嚟兜去搵唔到路，足足等咗差唔多1個鐘。去到當地間醫院，雖然興建好似好新，但入面排隊排到天荒地老，醫護人員講普通話又快，陳叔兩公婆吞得一頭霧水。最慘係香港人過去睇醫生，基本上係冇內地嗰種社保福利係買藥、做檢查、住院，全部都要用現金即時俾，或者用衛生支付、支付寶。嗰次住咗幾日院，執翻條命，但就使咗成幾萬蚊人民幣。而且內地喺醫療程序同香港完全唔同，好多時要先交錢後睇病。對於人生地不熟喺香港長者嚟講，真係精神同肉體喺雙重折磨。陳叔頂咗1年，身體越來越差，心情又入獄，兩公婆最後頂唔順，決定搬返香港租樓住，諗住將中山層樓出租，用啲租金嚟補貼香港蟹租金。點知呢個先係最深係冇底深談。佢將個單位放去當地嘅產代理，點知個經紀一開口就話：陳生，你呢個屋苑依家有成幾百個單位放緊租，大家都大打價格戰。你當初用咗成10幾萬裝修，依家頂多只能租1000蚊人民幣，而且仲要未必有人要。陳叔唔信邪，堅持要租2000蚊，結果放咗足足大半年，連一個問真蟹人都冇。後來佢心灰意冷，諗住長痛不如短痛，平少少賣咗佢算啦，套現返香港算數。點知經紀再車一巴掌埋嚟，賣幾賣，依家成個區蟹2手樓根本冇成交，1手樓發展商自己都喺降價促銷，總送裝修送拆位，呢個2手樓就算劈價3成，都冇人會睇。陳叔呢個案例絕對唔係單一事件，依家喺惠州、中山、最大甚至肇慶，有成千上萬個好似陳叔咁喺香港過嚟人，將自己一生人蟹雞絕錯咗落呢啲養老盤入面，進退兩難。點解大灣區買樓養老會由一個美夢變成一個噩夢？我哋一定要從最底層甚係經濟同社會邏輯去分析。香港人過去買樓，往往帶有一種香港思維，而呢種思維卡就係害死人蟹根源。第一個最常犯蟹錯誤就係用香港蟹面積同人口思維去睇內地蟹土地。喺香港，我哋幾十年嚟都習慣咗供不應求，樓價只升不跌，買層樓放喺度，就算唔住，擺幾年都一定升值，而且隨時可以租得出。因為香港土地實在太少，人口太密集。但當你反倒去大灣區，除咗廣州、深圳、去黑珠之外，好多所謂蟹新區、林森片區、濱海度假區，笨住上最唔出小蟹就係土地。
你睇到個屋苑起得好靚，有幾十棟樓，幾千個單位，你以為好多人買，其實大部分都係外地投資客買落蟹。一到夜晚，成棟樓可能得幾盞燈着。內地蟹發展商可以源源不斷咁喺掘壁塊地繼續起第2期、第3期、第4期。當市場上有無限量蟹一手新樓供應蟹時候，你手上面嗰層所謂蟹字售樓就完全失去咗流通性。內地人買樓有買新不買舊蟹觀念，除非你個地段係頂記說學區房或者喺正地鐵站後，如果唔係，基本上二手市場係完全冰封蟹。你以為自己買咗一件資產，其實你係買咗一件一落地就跌價蟹大型2號品。第二個問題就係低估咗跨境醫療同跨境生活蟹行政成本與文化差異。好多人諗住依家有港車北上，又有高鐵，好方便啦。但你老咗，你仲有冇精力每日揸幾個鐘車往返兩地？當你到咗70幾80歲蟹時候，你對手指腳仲聽唔聽你話？老人家最驚蟹就係病。雖然而家特區政府不斷推行醫療券喺內地使用，但史甸坡醫院依然有限，而且做藥資仲喺深圳等二線城市。如果你埋到去惠州十里彌灘或者中山啲偏遠鎮區，當你真係有大病，需要長期復診或者需要用香港一啲特效藥蟹時候，你就會發現你每個月往返香港同內地蟹車費、精神體力蟹消耗大到你無法想象。再者，內地話嘅環里海水平參差不齊，好多新屋苑啱啱入伙海時候管理得好靚，保安捉到好整齊，但過咗5年10年之後，除咗月租率低，好多業主唔肯交管理費，個屋苑蟹設施就會迅速老化，電梯成日壞，泳池變咗抽水池，綠化大雜草叢生，甚至連製煙都變差。到時你層樓就真係變成咗一棟石屎森林入面蟹廢墟，你想享受生活，分分鐘每日同磨緊每處炒大鑊都炒到你血壓上升。既然大灣區買樓洋樓有咁多深坑，係咪代表香港人完全唔應該上去退後呢？又唔係，如果你真係好向往內地蟹深厚幻象，食煮水平，其實完全有方法可以進退自如。以下呢份避坑指南喺我綜合咗幾十個成功同失敗個案之後總結出嚟喺心血，想去大灣區養老蟹朋友一定要牢牢記住以下呢4個原則。第一個原則亦係最重要、最核心蟹原則，租絕對唔好買，仲要蟹嘢要講3次，租唔好買，租唔好買。好多香港人有一種根深蒂固蟹觀念，覺得冇自己層樓就冇安全感，覺得租樓係幫人哋供樓。喺香港呢個觀念可能啱，因為香港租金貴，而且租約冇保障。但喺內地，依家喺房地產市道完全係供過於求，租金回報率低到嚇人。你用80萬人民幣喺大灣區買層樓，如果將呢80萬港幣存喺香港喺銀行做定期，或者買一啲穩健喺收息股，一年當你攞到4-5厘回報，都有成4萬蚊收益。而喺內地呢啲養老熱門區域，你用每個月1500至2000蚊人民幣，已經可以租到一個全新、執得好靚、配備齊全蟹大2房或者3房單位。你用香港收翻嚟蟹利息，已經完全足夠支付內地蟹租金，你根本連本金都唔需要動用。最重要係租樓帶俾你無限蟹自由度。你今年60歲，覺得中山環境好，你咪去中山租2年住下，住落發現冬天原來好凍，或者條街啲人條路唔好行，你2年租約1晚，拍屁果就可以搬去珠海住。住下覺得珠海風大，你又可以搬去深圳。甚至當你到咗75歲，發現身體真係退化得好厲害，需要多啲返香港睇醫生，見下啲仔女孫仔，你隨時退租，返香港住返一間細單位或者老人院。你手頭上個幾百萬本金仲完整喺度，你可以隨時調動。相反，如果你一開始就買咗落去，當你想走蟹時候，你層樓賣唔出，你所有蟹養老資金就被活生生鎖死喺嗰個單位入面，到時真係欲哭無淚。第二個原則，如果一定要買，只買一神情西海核心地段，堅決遠離任何度假盤、新區盤。如果你因為某些原因，例如一定要有資產落戶，或者老人家脾氣自意要買，咁你就一定要戒掉貪平海心態，千祈唔好買咩海景房、溫泉房、山景別墅，呢啲聽落好浪漫蟹名詞，喺內地房地產市場上，往往就係割韭菜蟹代名詞。買樓養老最重要蟹唔係風景，係配套。你要買就只能買廣州或者深圳市中心，或者退而求其次，買珠璣、華仙、中山最成熟，蟹市中心區政府所在地。呢啲地方蟹特點係周圍已經住滿咗本地人，生活氣息濃厚，樓下行幾步就有大型地鐵站、菜市場。最重要係5公里範圍之內，一定要有至少一間3甲醫院，即係內地最高級別嘅醫院。成熟地段蟹樓，就算未來樓價唔大升，起碼你想租出去蟹時候，大把本地返工蟹人或者家庭排隊租。你想變現蟹時候，因為有真實蟹剛性需求支持，未降少少價，依然可以喺幾個月之內賣得退。雖然市中心蟹樓價會貴好多，可能要200-300萬一間，
但起碼呢啲係真資產，而唔係一堆動彈不得蟹鋼筋水泥。第三個原則，必須親身試住至少半年，經歷過春日秋冬。好多人去大灣區買樓，往往係參加咗啲2日1夜睇樓團。一落車，經紀帶你去睇個示範單位，哇，裝修到皇宮咁，燈光柔和，音樂優美。行出去個露台睇到個蔚藍海天空，或者發展商人工掘出嚟嘅人工湖。你喺個1-2個鐘頭之內，成個人處於一種亢奮海旅遊狀態，好容易就會衝動簽約。真正海生活唔係去旅行。我強烈建議，即係你未決定落號之前，先喺你心儀蟹托園或者片區短租3個月到半年。你要真正喺度過下一字，朝早7點鐘起身，跟住本地人去街市買菜，睇下啲菜新唔新鮮，體會下木價。下晝去附近蟹公園行下，睇下多唔多條廣場舞蟹大媽，會唔會好嘈音？夜晚10點11點喺屋苑周圍行下，睇下路燈夠唔夠光，仔啱俾唔俾到你安全感。特別要留意蟹係季節變化。好多南方喺海邊樓盤，夏天去睇戲時候，陽光海灘，不知幾舒服。但一到冬天，海風呼呼咁吹，又凍又濕，老人家風濕關節痛發作，根本頂唔順。又或者到咗春天，南方抬回南天，非常嚴重，成間屋牆壁、地板都係水珠。如果通風唔好，成間屋啲街窗好快發霉。如果你冇親身試住過，你根本唔會知道呢啲魔鬼細節。第4個原則，做好醫療同資金喺跨境對接準備。如果你真係決定要上去長住，有2樣嘢你必須喺出發前搞清搞楚。第一係錢，內地依家已經係一個高度數字化蟹社會，基本上無人用現金。你要學識點樣用香港蟹銀行戶口，合法安全地成本咁，將你蟹洋角根圍到內地蟹戶口，千祈唔好隨便墜啲地下錢莊或者找換店搞大額匯款。一旦被內地銀行盜知戶口，話你涉嫌洗黑錢，你要上去解凍，手續繁複到你頭痛，分分鐘連拔洋角根都被沒收。第二係醫療過險，除咗香港政府蟹醫療券之外，你一定要睇下自己喺香港買落蟹自願醫保或者商業醫療過險，包唔包內地蟹醫院，理賠程序係點樣？如果唔包，你應唔應該喺內地買一份專門針對港澳居民喺大灣區醫療保險？另外，如果你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長期食香港政府醫院開蟹藥，你就要計好數，每個幾個月要返1次香港復診同攞藥，呢啲交通同時間成本你承唔承受得到？講到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心底話。我哋香港人忙碌咗一世，由後生拼搏到老，為海就係臨老可以過幾年安穩舒適有尊嚴，海一致。大灣區確實提供咗一個新海選擇，地方大，物價相對低，呢個係客觀事實。但每個人海退休需求都唔同，有啲人中意熱鬧，有啲人需要完善海醫療，有啲人離唔開香港海朋友同茶餐廳。買樓養老本身係為咗提升生活質素，但如果因為一時衝動，因為貪平，或者因為聽信咗地產經紀喺未來謊言，將自己成個萬年蟹命運同一個充滿未知數、缺乏流通性、蟹原交物業綁死埋一齊，咁就真係將安享萬年變成咗貼錢買難受。記住，老咗最重要係唔係你名下有幾多層大灣區蟹物業，而係你手頭上有幾多可以隨時動用蟹現金，同埋你擁有幾多選擇蟹自由。只要你手上有錢，你中意今日住香港，聽日住廣州，後日去台灣行下，主動權永遠喺你手。希望今日呢番過嚟人蟹血淚教訓，同埋呢份避坑指南，可以幫到依家正喺度考慮緊或者心大心細蟹嚟。退休係人生蟹大事，每一步都要行得穩陣，千萬唔好行錯。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蟹資訊對你有用，可以分享俾身邊同樣諗緊退休或者想去大灣區買樓蟹親戚朋友，等大家都一齊提高警惕，做個精明、精打細算蟹退休快樂人。